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高高講好唔好》，我係民主。今日我來做兩個鵪鶉鹹菜湯。你看兩個鵪鶉鹹菜湯啊，聽起來好像很簡單一樣。等一下看看要怎麼樣煮出好喝的鵪鶉鹹菜湯。鴨肉酸菜湯它第一個靈魂啊，就是噔噔鵪鶉。鴨肉也是我們今天要學到第一個詞哦，就是叫做鵪鶉。鵪鶉，我們要先把它下去，在熱水裡面把它捅啊，先把它燙一下，去掉它的血水。鴨肉的皮非常的厚，所以呢，你要讓它皮有點 QQ 的，你一定要在燙完之後泡在冷開水裡面。我要教大家講冷開水的客家話，就是叫做浪滾水。浪滾水。那其實呢，這邊的技巧就是。我覺得靈魂就是這個酸菜，你一定要買到就是真正好的酸菜，就是那種有阿婆味道的酸菜，煮出來的這個酸菜湯啊才會夠味。接下來呢，我會放一點點的薑絲下去，這樣味道也會比較好。米酒的部分呢，因為我希望它酒味比較重一點點，所以我接近快要煮好的時候再把它嗆一下。我們可以來起鍋，待會就請試吃員幫我們試試看嘍。好，今天呢，我們煮的這個鴨肉酸菜湯到底好不好吃呢？請美女試吃員 Rita 來幫我們喝喝看呢。但是呢，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先教大家講一句客家話。這今天煮的這是鴨肉酸菜湯，這句話就是鴨肉和酸菜是絕配，鵪鶉撈鹹菜凍豆搭，鵪鶉撈鹹菜凍豆搭，好好聽哦。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們，今天學到這個鴨肉配酸菜，你們喜歡吃嗎？真的非常的絕配哦。重點是我們學到新的詞，來複習一遍吧。來看到第一個詞就是鴨肉，鵪鶉，鵪鶉。第二個呢就是冷開水，浪滾水，浪滾水。第三個來學到一整句話哦。來看到這句話就是鴨肉和酸菜是絕配，鵪鶉撈鹹菜凍豆搭，鵪鶉撈鹹菜凍豆搭。你們都有學會了嗎？其實凍豆搭非常的搭配，非常絕配，這個可以學起來，很常可以運用得到哦。好，明天見了，拜拜。